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主日的时候将我们聚集在这边，那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连假，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在这边也收拾一下我们的心情，让我们能够在下个礼拜的时候重新得力。那将我们的心就是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坚定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就能够让我们得力，能够让我们在神圣的生活里面带领我们的再次得胜。那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圣洁跟美丽是没有人能够比的，请他赐我们更多的生命气息，再度跟我们吹气，那为我们舍命，让我们的爱就是让耶稣的爱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那我们一起来就是随着音乐，我们先平静我们的心，那我们先唱这首诗歌，我心坚定于你。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这边同声的呼求你再次降临在我们的西安教会，那让我们的心灵在这边都能够得到你的一个帮助，那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主日，不论是在就是我们的牧师要传讲的一个讯息，还有就是我们疲惫的心灵跟我们需要喜乐的心，都需要能够再度帮助我们浇灌。主耶稣基督，我祈求你能跟我们同行，让我们在你的帮助中，我能够毫无畏惧，是我们刚强壮胆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耶稣基督，圣洁美无人及，使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耶稣基督，我们再唱一次。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使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耶稣的爱，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寻回。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我冰冷的心。这个阶段，我邀请你们，我们一起为圣灵祷告，祈求圣灵能够在今天能够与我们喜安同在。我们一起同声的发出呼求，请。亲爱的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要发出赞美跟感谢的声响，就是我们发出赞美跟感谢声响的同时，我们要谢谢你在这个月，还有在这个礼拜，不离不弃的陪着我们。只有你的爱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慰，得到平息。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的爱你，也祈求你在今天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姐妹，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在灵里面也能得到平安，得到平稳，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在这个礼拜，在下个月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心意陪着我们，那你的爱再度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4月满满的一个就是充满丰收的一个月份，那也帮助我们在复活节还有在接下来的结婚都能够有你的力得着我们得力得胜，得力再加力。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主耶稣基督的爱。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得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宣明。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应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再来为我们的台湾的福音，我们献上一份心力，我们一起做出祝福的祷告，请。感谢主，谢主，在你国度在人的同时，我们保持更新，谢谢你是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能够献上一份心意，那我们能够让台湾的福音在我们的祷告声中，就是有许多人听见，那我们能够发出我们的声响，就是请你帮助我们的国家。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及，使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耶稣基督，耶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使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己。你的爱，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
个阶段，我邀请你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为教会、为所有的肢体、为牧师的家庭，我们一起献上心力，我们为教会的未来，为我们教会的家人，我们重生的呼口，发出祷告，请。我们请今天的辅助人到台前来，我们做一个祷告。这高级的，高级可以拉高，要不要再高一点？可以，可是在后面。对，不用。这个有高级。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这
这个月呢新的开始，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我们祷告的全体的月，是我们满满丰收的一年，也是我们生命丰盛的一个月。我们有美好的一个婚姻，我们还有不完的一个活动，那还有其实我们的方向，在这个上几周的4月里面，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能量跟能力，让你的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彰显，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心充满力量，我们能够帮助一些要受洗的、帮要结婚的弟兄，还有就是帮复活节、帮助福音者，我们都能够献上一份献礼，让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圆满奉献。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当我们进入到受难周的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思想你为我们牺牲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主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更加的丰盛，因为我们今天所有服事的日的敬拜，不止还有讲讯息，还有所有的一切呢，都求主大大的来悦纳，也保守我们在今天可以领受丰盛的恩典。谢谢耶稣，这是我们在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